大家好啊，我係小維啊，好歡迎你嚟到我個頻道。平時打邊爐食米線係咪都係鍾意揀嗰啲又平又靚、肥瘦相間、望落去又光閃閃嘅肥牛卷呢？覺得自己執到寶啦，平靚正抵到啦，一家人為賣食得開開心心。醒醒啦，各位！你以為嘅抵食靚肥牛，分分鐘唔係牛，而係用碎肉啦、邊角料啦，加埋一堆膠水拼出嚟嘅合成肉，長期食落去真係連肝腎都會受到牽連。今日就同大家徹底咁踢爆呢個行業嘅灰色秘密，保證你睇完之後再去買肥牛食肥牛都唔會俾人呃啦，唔會再帶膠水肉返屋企毒害屋企人。首先同大家講一個好扎心嘅事實，而家市面上尤其係街邊嘅火鍋店啦、低價嘅自助餐，甚至好多線上直播間賣嘅肥牛卷，十有八九都唔係原切嘅，而係合成重組肉。你可能會問，咩叫合成肉呢？唔係牛嘅肉咩？講真，好多合成嘅肥牛連牛都未見過，佢哋根本唔係從牛身上切落嚟嘅，而係用一啲好廉價嘅碎肉啦、邊角料啦，甚至係鴨肉、雞肉嘅碎料，加埋牛肉香精啦、色素啦，再用一啲食品膠水黐埋一齊，壓成一大片之後，再切成一卷卷靚仔嘅肥牛，搖身一變就係賣你幾十蚊一斤，賺你幾倍嘅差價。講到呢度，肯定有街坊唔信啦。吓？我食咗咁多年嘅肥牛，點會唔知？佢食落去都幾有牛肉味嘅喎。兄弟姊妹們，你食到嘅牛肉味根本唔係牛肉本身嘅味，而係商家加嘅牛肉精膏啦、牛肉香精調出嚟嘅。你見到嘅雪花紋理，亦都唔係牛身上自然生長嘅油花，而係人工將牛油甚至係植物油注射入啲碎肉入邊，再用模具壓出嚟嘅假花紋，專門呃你呢啲識食又貪平嘅街坊。就喺2025年初，有個網紅主播李先生，佢嘅直播間賣嘅原切肥牛卷，吹到天花亂墜，話自己嘅肥牛係內蒙古原切，冇添加，夠新鮮。好多街坊俾佢呃到瘋狂下單。當粉絲收到貨煮咗之後，發現塊肉完全冇牛肉嘅紋理，一拆就散，仲有好多泡沫，先至發現唔對路，質疑佢賣嘅係假貨。後來調查一出，真係估你唔到，呢個主播玩嘅係 AV 貨，俾自己同鏡頭前展示嘅係真嘅原切嘅肥牛，但係寄俾粉絲嘅全部都係合成肉。更加離譜嘅係呢啲合成肉，佢仲疑似係套牌盜用咗內蒙古金牛食品嘅品牌。最後企業報警，市場監管同埋公安都介入咗，主播要按價1賠10，先全額退款，再嚟賠9賠，先至暫時平息咗事件。無獨有偶，同年嘅3月，新先生嘅直播間賣嘅2款牛排，蒼野農夫同埋美食時刻都被大量嘅粉絲投訴係合成肉，切開之後碎肉粒粒分明，脂肪粒好奇怪，檢測之後仲檢測咗仲未標識嘅添加劑，有檸檬酸鈉啦、焦磷酸鹽，仲有抗壞血酸。商家明明係合成肉，就吹自己係原切，仲話係適合小朋友食，擺明係誤導街坊。涉案銷售額仲超過1000萬，最後生產商之一嘅山東嘅卓藥嘅食品被罰咗24.7萬。但係對於好多已經食咗嘅街坊嚟講，維權真係好難。呢件事之所以想熱門，唔係因為佢熱鬧，而係戳中咗大家對食品安全嘅焦慮。我哋只係想食一塊正經嘅牛肉，點解就咁難呢？線下餐飲更加唔太平啦。今年1月，上海青浦有一間嘅飲食店賣嘅肥牛米線同肥牛被檢測有鴨肉成分，但係菜單上就明明白白寫住係牛肉，擺明係掛羊頭賣狗肉啦。執法人員到場檢查，
直接責令佢停業，仲立案調查。其實呢種情況唔單止上海有，廣州好多街邊嘅小火鍋店啦、沙縣小食，甚至係一啲連鎖嘅快餐店都有類似嘅操作，用鴨肉、雞肉冒充牛肉，加啲牛肉香精，再用膠水黐成肥牛卷，成本平到笑，賣價就唔平啦，淨係賺你差價就賺到手軟啦。可能有街坊會問啦，就算係合成肉，用嘅膠水應該都係安全啩？商家唔敢用有毒嘅嘢啩？呢個問題真係問得好啦，但答案可能就會令到你好失望啦。商家用嘅膠水學名叫做卡拉膠、磷酸鹽或者係鐵轉酶，俗稱係肉膠粉。其中卡拉膠被稱為係食品界嘅強力膠，從海草入邊嘅提取，本身係合法嘅添加劑。但問題就係出喺用量同埋來源啦。好多黑心嘅商家為咗令到啲碎肉黐得更加穩，煮唔散，會過量咁添加卡拉膠同埋磷酸鹽。更加有甚者，為咗延長保質期，令到肥牛嘅顏色更加鮮艷，仲會偷偷加硼砂啦、瘦肉精。呢啲過量嘅添加劑長期咁食落去，第一個受害嘅就係你嘅肝同埋腎啦。肝腎要不停咁代謝呢啲化學物質，長期負荷過重，好容易就出現損傷啦。而且碎肉本身係衛生條件好差啦，好多都係牛身上嘅邊角料啦、碎肉，甚至係唔新鮮嘅肉，微生物嘅污染嘅風險好高。食咗之後好容易肚痛啦、肚屙啦，小朋友同埋老人家食咗危害就更加大啦。仲有一樣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而家好多商家係好狡猾嘅，會喺包裝上邊玩文字遊戲，明明係合成肉，但係就唔寫合成重做，反而寫成調理肉、醃製肉，甚至直接寫原切肥牛，誤導你買錯。前幾日《人民日報》記者做過一個調查，隨機買咗12種嘅易包裝嘅牛羊肉，檢測之後發現有7種都含有添加劑，其中2種嘅磷酸鹽嘅含量仲超過咗國家標準。更加離譜嘅係呢7種嘅產品包裝上都冇標注任何添加劑，全部都標注原切無添加，擺明係欺詐街坊啦。就譬如其中一款希魯版嘅原切肥牛卷，磷酸鹽含量高達9.024克每千克，遠超國家標準嘅5克每千克。仲有大溪地嘅原切嘅肥牛卷，磷酸鹽嘅含量都有6.34克每千克，同樣係超標嘅。專家話原切肉本身就係唔允許添加任何嘅添加劑嘅，只要係添加咗磷酸鹽、卡拉膠嘅都唔係真正嘅原切肉，最多淨係可以叫做調理肉。但係商家為咗賣高價吸引客人，就故意隱瞞唔標注添加劑，仲吹自己係原切，真係好乞人憎啦。講到呢度，肯定有街坊急住問，咁我點樣先可以分辨到我買嘅肥牛係原切定係合成嘅膠水肉呢？大家唔使急，今日就教你4招簡單易操作，無論係買凍肥牛定係喺火鍋店食肥牛，都可以輕鬆分辨，唔使俾人呃啦。第一招，用眼睇顏色同紋理，真正嘅原切嘅肥牛顏色係自然嘅鮮紅或者係粉紅色，唔會紅得發光啦，唔會好均勻。脂肪部分係潔白細膩嘅，好似大理石紋一樣，分布得好自然，紅白之間分界好清晰，而且每一片嘅紋理都唔一樣，因為牛身上嘅油花分布本身就係唔均勻嘅。切出嚟嘅肉片肯定有薄有厚，紋理有疏有密，而合成嘅肥牛顏色一係就紅得好假好鮮艷，一係就好偏暗發黃，紋理就好整齊，好似斑馬線一樣，一條紅一條白，每一片嘅形狀紋理都幾乎一樣，一眼望落去就好刻意，因為佢係用模具壓出嚟嘅，根本冇自然嘅牛肉嘅纖維。第二招，用手摸質地同埋彈性，
原切嘅肥牛解凍之後，肉質好緊實有彈性，用手撳一下，好快就可以恢復原狀。脂肪部分比較脆，輕輕一搣就會碎。而合成嘅肥牛解凍之後摸起嚟有啲立手，因為佢加咗膠水，而且肉質好鬆散，用手撳一撳好難恢復原狀。脂肪部分反而好有韌性，唔容易搣碎啦。因為膠水將脂肪同埋碎肉黐得好實，就算解凍咗都好難分開。第三招就係用鼻嚟聞啦，聞氣味。真正嘅原切嘅肥牛會有一陣好自然嘅牛肉嘅奶香味，好清新，唔會有異味。而合成嘅肥牛基本冇奶香味，一係就冇味，一係就有一陣淡淡嘅腥味，或者係一陣好濃嘅牛肉香精味，聞起嚟好假，唔似自然嘅牛肉味。呢個就係商家加咗牛肉精膏嘅痕跡啦。第四招就係落鑊試。呢招最直接最準，大家食火鍋嘅時候一定要試。原切肥牛落鍋之後會慢慢咁收縮，但唔會散。就算煮得耐啲，都係一整片。湯入邊嘅泡沫好少，湯亦都好清，食起嚟鮮嫩有嚼頭，滿口都係牛肉嘅香味，油而不膩。而合成嘅肥牛一落鑊就現形啦，紅白肉好快就分開，變成一堆碎肉。因為膠水而會溶化，而且湯入邊會產生大量嘅泡沫，湯會變得好渾濁，食起嚟軟綿綿嘅，冇任何嘅嚼勁，就好似食肉末或者係午餐肉一樣，根本冇牛肉嘅口感，甚至會有一陣膠質感。除咗呢四招，仲有一個小嘅細節，大家一定要留意。買魚包裝嘅肥牛嘅時候，一定要睇成分表。如果成分表上面淨係得牛肉兩個字，冇其他嘅添加劑，咁大概率就係原切嘅肥牛啦。如果成分表上面有水啦、卡拉膠啦、磷酸鹽、牛肉香精、紅曲紅呢啲嘅字眼，無論佢標明係唔係原切，都係合成肉、調理肉，絕對就唔好買啦。可能有街坊仲會問，如果係正規嘅超市買嘅合成肥牛，添加劑冇超標，食咗應該冇事啩？講真，偶然食一次，身體可以代謝到，確實唔會即刻有病。但係長期食，尤其係過量攝入磷酸鹽、卡拉膠，對身體嘅傷害真係好大。磷酸鹽過量就會導致體內嘅鈣流失啦，好容易就骨質疏鬆、生結石，仲會加重肝腎嘅負擔。而碎肉入邊嘅微生物，如果長期攝入，亦都可能引發腸胃嘅疾病啦。小朋友長期食仲會影響發育添，所以可以唔食合成肥牛就盡量唔好食啦。就算要食，都係要揾正規渠道，成分表清晰，添加劑達標嘅，而且唔好經常食。仲有一個好多街坊都會踩嘅坑，貪平。好多街坊見到肥牛卷19.99一斤，就覺得好抵啦，瘋狂囤貨。但大家諗一下，一斤真正嘅原切肥牛成本都要幾十蚊，商家可能平買俾你咩？一分錢一分貨，呢啲超平嘅肥牛十有八九係合成肉、膠水肉。你以為執到寶，其實係俾商家呃咗啦，仲要帶返埋屋企，全家一齊食膠水，真係得不償失啦。今日同大家講咁多，唔係想嚇大家，亦都唔係話所有嘅肥牛都係假嘅，而係想提醒各位街坊，食品安全無小事，一家人嘅健康最重要。而家嘅黑心嘅商家太多，套路亦都太多，佢哋為咗賺錢，根本唔顧街坊嘅健康，用碎肉啦、膠水啦、添加劑炮製出嘅假肥牛，誤導大家消費。希望大家睇完之後都可以記住幾個嘅鑑別方法，下次買肥牛食肥牛一定要擘大隻眼，唔好俾人呃啦。亦都希望大家將呢個視頻轉發俾屋企人啦、親朋戚友啦，提醒身邊嘅人避開膠水肥牛嘅坑，唔好再令到自己同埋屋企人無意中食咗一堆嘅化學添加劑啦。真正嘅原切肥牛雖然係貴咗少少，但食得放心，食得健康。而嗰啲平到離譜、靚到刻意嘅肥牛，大概率都係膠水合成肉。
揀咗就等於揀咗健康風險啦。記住唔好貪平，健康先至係最重要嘅。下次打邊爐揀肥牛一定要睇清楚、摸清楚、問清楚再落鑊，千祈唔好再被膠水肥牛呃咗啦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嘅視頻內容就到此為止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